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使徒行傳第26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使徒行傳第26章主要記述保羅佢受審，並且向希律亞基帕二世去辯護，同時亦都係佢講見證傳福音嘅機會。呢個係保羅回到耶路撒冷之後第5次有機會去作出福音嘅宣講。我哋回想第一次係使徒行傳第22章，佢喺耶路撒冷安東尼堡城樓上向群眾講嘅。第二次係使徒行傳23章，猶大嘅議會嚟到耶路撒冷安東尼堡千夫長嘅面前，保羅再講。第三次係使徒行傳24章，猶太人去到凱撒利亞喺腓力斯總督面前，保羅又有機會講，並且保羅事後又私下嘅揾機會向腓力斯總督繼續講解福音。第四次係上一章，使徒行傳25章，新任嘅總督菲斯都，佢帶同猶太嘅宗教領袖勸保羅回耶路撒冷受審。保羅再一次為自己辯護，並且上訴凱撒。最後本章呢度係第5次，係因為希律亞基帕二世佢表達有興趣要聽保羅有機會去再講福音。我哋發現5次嘅講論，保羅講嘅內容都並不完全相同，係因應不同嘅聽眾講合宜嘅說話。呢個都係我哋所需要學習嘅地方。佢嘅目標非常之清晰，仍然係盡量希望嗰啲聽佢講嘅人能夠得到福音真正嘅好處。本章今次講道嘅目標亦都係非常之清楚嘅，因為希律亞基帕二世對猶太教甚至對基督教都係十分熟悉。保羅就係想透過佢所講嘅內容，令亞基帕去反思，並且甚至可以相信福音。本章嘅第一節，亞基帕對保羅說：准你為自己申訴。於是保羅伸手辯護說：第二節，亞基帕王啊，猶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以在你面前辯護，實為萬幸。呢度實為萬幸係出於真心嘅感嘆，完全並唔係阿諛奉承。保羅所以有呢個感慨，乃係因為之前嘅菲斯都總督，佢對猶太人同埋基督徒嘅信仰完全陌生，亦都不感興趣，係冇辦法深入了解，以致保羅講嘅見證傳嘅福音就有如對牛彈琴一般。本章嘅第3節，保羅繼續講：更慶幸的是，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和他們的爭論，所以求你耐心聽我。以上本章第一段落第1至第3節，保羅作出咗辯護嘅引言。呢度我哋首先睇睇希律亞基帕二世嘅背景，佢係大希律嘅曾孫，佢亦都受羅馬皇帝冊封成為加利利嘅王，係希律王朝最後一代王。自從佢妹妹百尼基嘅丈夫喺主後48年逝世之後，亞基帕二世與百尼基係有亂倫嘅關係。到咗本章呢度係已經超過咗10年嘅時間，呢個關係喺猶太人中，甚至於羅馬嘅官場都係眾所周知嘅。所以今次嘅到訪，佢亦都係帶着妹妹百尼基一起到來。後來佢管治嘅版圖漸漸擴大，喺歷史上亞基帕王佢喺統治凱撒利亞嘅時候，係建設成為咗羅馬化嘅城市，極為華麗。佢亦都曾經為咗救濟猶大省失業嘅工人，下令將耶路撒冷城中嘅街道全部鋪上石板，使到工人能夠開工，生活得以解決。除咗政治上嘅職權之外，呢個希律亞基帕二世係出咗名嘅猶太宗教問題專家。佢有權委派猶太人嘅大祭司，佢亦都負責保管大祭司佢1年1度喺大贖罪日所要穿着嘅大禮服。因此希律亞基帕二世有時亦都被人稱為猶太教會嘅世俗首長。喺本章呢度嘅6年之後，就係主後66年，當時第一次猶太人背叛剛剛開始。亞基帕二世同埋百尼基
竭力勸猶太人唔好對抗羅馬政府，但係並不成功。耶路撒冷於主後70年被毀之後，亞基帕二世係遷居於羅馬居住，並且喺主後96年喺羅馬逝世。佢並冇孩子，希律家族從此再冇機會直接管理猶太人嘅事務。本章嘅第2段落第4至到第11節，本章嘅第4節，保羅繼續講：我自幼為人如何，從起初在本國的同胞中，以及在耶路撒冷所有的猶太人都知道。意思係呢位熟悉猶太人事務嘅亞基帕王應該都係知道嘅。第5節，他們若肯作見證，就知道我從起初是按着我們教中最嚴謹的教門作了法利賽人。保羅提及佢信主之前嘅身份同埋行為係眾所周知嘅，亦都係大家心裏對佢最有爭議或者最感興趣嘅地方。喺本章嘅第6節，保羅係校正咗大家嘅焦點。現在我站在這裏受審，是為了對神向我們祖宗的應許存着盼望。第7節，這應許我們12個支派晝夜切切地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王啊，我正是因這指望被猶太人控告。第8節，神使死人復活，你們為什麼判斷為不可信呢？保羅喺第6節提及應許盼望，第7節又提及應許，同埋2次提及指望，然後喺第8節佢確實咁定論咗呢個應許的盼望就係神使死人復活。喺呢度佢直接向王去呼籲：王啊，我正是因這指望被猶太人控告。表示佢係有信心，王佢必定能夠明白呢件事嘅。保羅就着呢位猶太問題專家所應該既有嘅知識，保羅首先係以舊約一直有嘅啟示、應許同埋盼望去啟動佢嘅心，令佢去思考。本章嘅第9節，從前我自己認為必須竭力反對拿撒勒人耶穌的名。喺第10至第11節，保羅提及自己過去佢迫害基督徒嘅惡行，肯定都係亞基帕王佢所早已有聽聞嘅。保羅把握呢個機會，迅速地能夠盡量清楚咁解釋佢從猶太教改變為基督徒嘅呢個轉變，企圖打動亞基帕王明白真理嘅心。本章嘅第2段落第12至到第18節，保羅遇見已經復活咗嘅主耶穌基督，並且悔改嘅經過。我哋留意保羅被捕之後嘅5次講道之中，呢度係保羅第2次提及呢一個經歷。第一次係喺使徒行傳22章喺安東尼城堡向猶太人講道嘅時候講嘅，第2次就係本章呢度講。原因係佢係正在向能夠明白舊約聖經嘅人去講，唯有明白舊約聖經嘅人，佢哋先至能夠明白佢哋所正在等待嘅彌賽亞。其實佢而家已經顯現咗。本章嘅第3段落第19至到23節，既然呢件事從天上顯現俾保羅嘅異象係咁確實嘅，亦都實在係已經令保羅呢個死硬派嘅法利賽人作出咗180度嘅改變。明眼人都能夠看出，保羅必定並唔係喺度說謊，佢所講曾經所見過嘅，必定正就係佢真實見過嘅事情，否則佢絕對唔可能為着維護自己編造嘅謊言，願意冒着付出生命嘅代價呢個危險，並且忍受長期被人關喺監牢裏邊嘅呢個痛苦。現在保羅把握咗機會，馬上以代表主耶穌基督嘅使徒身份，對亞基帕王作出咗個人嘅挑戰。本章嘅19節，因此亞基帕王啊，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。意思就係從我呢20幾年以嚟嘅見證就可以證明我所見嘅從天上來的異象係真嘅。就係保羅喺本章20至21節，佢到處傳講悔改嘅福音，而佢因為呢個緣故，處處遭受被人殺害嘅危險，係亞基帕王，佢肯定係有所聽聞嘅。而保羅冒死要傳遞嘅係乜嘢道理呢？
本章嘅22節，我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，就係亞基帕王佢肯定係有研究過嘅。本章嘅23節，保羅作出咗定論，就是基督必須受害，並且首先從死人中復活，把亮光傳給猶太人和外邦人。從保羅佢親身經歷同埋生命嘅改變嘅見證嚟睇，亦都係亞基帕王佢應該係冇辦法否認嘅。咁樣就迫使佢係要面對呢個真理。既然佢係明白呢個真理嘅，亦都應該冇辦法去否認。咁樣佢必須要做一個相信或者不相信嘅選擇。呢個時候總督覺得不妥，恐怕呢位尊貴嘅亞基帕王係受到冒犯。本章嘅第4段落24至32節，本章嘅24節，保羅這樣申訴時，菲斯都大聲說：保羅，你瘋了，你的學問太大，反使你瘋了。總督係打斷咗保羅嘅說話，為亞基帕王去解圍，並且似乎有示意大家退庭作出討論同判決。保羅仍未完全放過呢個機會。本章嘅27節，亞基帕王啊，你信先知嗎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最後亞基帕王佢係以一句模棱兩可嘅說話作為結束。本章嘅28節，亞基帕對保羅說：你想稍微勸一勸就能說服我作基督徒了嗎？對於呢句說話，學者有不同嘅解釋。一部分學者認為王係以嘲諷嘅口吻回應保羅，唔好以為咁樣輕易就能夠令到我相信。但係由於呢句說話亦都可以翻譯為你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，咁樣呢個亦都可以係一個表達係內心產生咗掙扎嘅感嘆說話。我哋細心閱讀字裏行間可以睇見，從屬靈嘅角度嚟睇，保羅嘅內心係睇出咗呢位嘅王，佢距離相信福音係何等嘅近。但係撒旦惡者絕對唔肯放過，撒旦使用咗總督同埋其他嘅人喺其中產生咗壓力同埋攪擾。呢個係我哋一向傳福音所常常遇上嘅情景。我哋對呢種屬靈嘅爭戰絕對不會陌生。到咗呢度，我哋可以安靜落嚟想一想。呢個係一個可悲嘅家族，佢哋多次遇上咗主耶穌同佢嘅救恩。佢嘅曾祖父大希律，佢曾經喺主耶穌出生嘅時候，原本可以選擇去接待主耶穌嘅，卻係選擇咗屠殺伯利恆嘅嬰兒孩童。佢嘅三叔公希律安提帕，曾經係殺死咗主耶穌嘅先鋒施洗約翰，並且喺主耶穌受審嘅時候戲弄過主耶穌，係並冇選擇去幫助佢。佢嘅父親希律亞基帕一世，因為選擇站喺猶太人嘅一邊，選擇去殺死使徒雅各。上帝曾經給予佢哋嘅機會，但係佢哋都係視而不見，作出咗錯誤嘅選擇。呢啲都係何等不幸嘅錯誤，因為係有永恆嘅後果嘅。因為福音並唔係用嚟說服或者推銷嘅，而係需要選擇同埋接受嘅莫大恩典。何等可惜！亞基帕二世佢係咁接近福音，只要佢願意，佢就可以得着嗰份永生嘅福分。但係佢卻係拒絕咗。無論如何，保羅已經盡咗佢嘅能力，盡忠將真理嘅種子放進佢嘅心裏。亞基帕二世呢個人，佢喺世上仲有40年嘅時間。至於佢喺臨終之前是否有作出正確嘅選擇，歷史上係並冇記載，唯有喺天上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知曉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